由關可維同大家睇天氣，一股乾燥東北季候風為廣東沿岸帶嚟良好嘅天氣。本港今日初時多雲，下晝轉為大致天晴。朝早天氣寒冷，新界部分地區嘅氣温只有11度。由於日間有陽光，下晝各區氣温回升去到17至22度。天氣亦都比較乾燥，下晝部分地區嘅相對濕度下降至50%以下。大家要注意補充水分啦。而截至下晝5點，天文台錄得嘅氣温係介乎13.1至到20.3度。7點鐘氣温係17度，相對濕度64%。紅色火災危險警告現正生效。交俾啲先生。預測大致天晴同乾燥，聽朝早天氣相當清涼。市區最低氣温大約14度，新界再低2-3度。日間最高氣温大約19度。週末期間氣温回升。跟住睇埋其他城市嘅天氣預測。廣州、澳門天晴，深圳天晴，廈門天晴，台北多雲。上海天晴，杭州天晴，南京多雲，武漢多雲，天津多雲，北京天晴，瀋陽天晴，首爾多雲，大阪、東京明朗，曼谷雷暴，吉隆坡明朗，新加坡大風，雅加達落雨。胡志明市明朗，馬尼拉明朗，墨爾本明朗，悉尼天晴，布里斯班明朗，奧克蘭明朗，溫哥華明朗，三藩市天晴，洛杉磯天晴，紐約多雲，多倫多驟雨，羅馬有霧，蘇黎世、巴黎天晴，法蘭克福多雲，倫敦天晴，阿姆斯特丹明朗。天氣先講到呢度，拜拜。